人見中充滿力量，踏實眾人行路樣，真心倚靠不退後，標竿中信念那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，為我們的罪孽壓傷。因他受的刑罰，我們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傷，我們得醫治。因為神差他的兒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多少盼為無奈，在世間痴心與他意，不息的支持天開，是與非怎麼去判斷？真的正義我在，當離開千歲的天，心中能在。今天因主去參見，人光中恩典中充滿。